好近距離，你可以摸到歐建功啲字啊。一個清朝人寫嘅字係點樣塑造出經典嘅香港風景同美感？當時喺港島區咧，歐建功可以佔到5-6成嘅，好多喎，5-6成一個人。Hello， 老闆娘。都係好多人童年嘅回憶嚟嘅，凳底都有㗎。超過60年翻印又翻印，連外國屋企都貼嘅經典揮春，原來全部都由同一個書法家所寫。龍鳳嗰個，我去佢度攞貨㗎嘛，佢應該喺旺角界限街嗰度。我識佢嗰時都我10零歲細路仔嚟嘅啫嘛。除咗招牌王歐建功，今集旅遊指引帶你漫遊街頭。一跳過咗，跳過龍彎咗點啊？係咯，塊鏡冇得拆咗佢。冇得拆㗎嘛。咁點算啊？冇㗎啦，要做過㗎啦。嘗試尋源揾翻4位書法家嘅蹤跡，睇下書法字點樣橫跨30至80年代嘅香港，則寫城市書法嘅印象。招牌作為一種香港記憶，周圍見到書法字好似好正常，但係根據美國漢學家魏雅梅研究，原來清朝嘅讀書人因為士農工商傳統地位壁壘，讀書人好少同商人往來，更加唔好話幫佢哋寫字寫招牌。好多時書法字淨係會出現喺寺廟、祠堂呢一啲地方。啱啱攝影師哥哥就問點解有啲字咧寫得比較潦啲咧？咁好多時草書同埋篆書咧，啲古董鋪咧就會多用呢兩種書體或者啲比較潦啲嘅書體去做，因為根本佢都唔想睇唔明嘅人入去佢鋪頭度，讀書人先係我嘅客喎咁樣。原來係咁。所以以前階級觀念好重。Wesley 係大學嘅設計系講師，2020年嘅時候，因為見到唔少老店受疫情影響結業，而自己又好中意書法，為咗為有價值嘅招牌留記錄，於是揾翻多位書法家後人做研究，寫咗《香江物跡》呢一本書。入面提到書法界有好似4大天王一樣嘅存在，橫跨30至80年代嘅香港。首先就係將筆藝體同香港招牌掛鈎嘅歐建功。去到清末嘅時候，西風東漸啦，大家先將嗰個壁壘咧就模糊化咗。當時咧其實香港咧亦都好多我哋叫做清朝嘅遺老一啲太史公咧喺香港嗰度嘅，稱之為南來嘅文人啦，其實都仲有舊有社會嘅嗰套思維。咁一般呢啲社會賢達咧向啲太史公請字咧，佢哋一係咧就只會同一啲慈善機構啊、寺廟啊、中醫館啊，因為當時歐建功可以話係我哋依家講嘅書法界 KOL 啦。但係咧佢嘅書法造詣亦都深得呢啲太史公嘅認可。咁所以如果一啲商稿佢哋係唔接嘅，佢哋就會轉介咗俾阿歐建功。雙重嘅支持之下咧，就令到佢成為咗香港第一代嘅招牌王。好似開車咯喎，真係。喂，咁我哋，哎呀，走咗。哎呀，我揀20啊。哎呀。書法呢一個行業本身係一個好地域性嘅行業啦。當然喺港九都會有一啲客戶嚟到港島呢邊去請字。咁而我哋由屈地街車廠出發咧，其實沿路咧都係香港以前好重要一條幹道。我喺度諗係咪因為以前可以喺呢條街兩邊嗰度開鋪嘅鋪頭都算係嗰啲中堅分子，都係有實力嘅人士啦。咁所以咧，我哋研究嘅時候咧，會去攞唔同年代香港主要嘅街道去做統計，究竟邊一啲書法家佢嘅風格啊，或者佢書跡係比較多啲，去估算翻佢哋喺唔同地區嘅市場佔有率咯。咁呢兩邊係多邊個咁樣？呢兩邊就主要係歐建功同謝希啦，因為兩位以前嘅招牌王咧，其實佢哋都喺港島紮根嘅。咁首先最耐歷史嘅歐建功先生咧，其實佢1887年出世啦。咁其實嗰陣時就係清末嘅期間，咁佢嘅生平咧就貫穿咗清末民國，去到我哋依家叫做近代嘅香港。咁歐建功喺奠定香港招牌風格走向咧係好重要嘅。咁我哋依家身處於皇后大道西，前少少咧皇后大道中就係歐建功以前書專嘅所在啦。咁引致到成條皇后大道作為香港最早發展嘅一條街道咧，歐建功喺香港歷史最悠久嘅一個招牌。係啦，呢度有4間係佢寫嘅。咩叫窩行咧？燕窩啊！招牌上面除咗書法，仲可以俾我哋睇到舊年代有咩行業出現。咁我依家帶你去嘅一個地方咧，好衝擊嘅畫面就係有一間鋪頭就黐晒卓少恒寫嘅揮春，然後咧我做少少 research 之後咧，發現好多街坊都話佢年年都咁樣黐嘅。嗱，唔使入去已經
震撼咗，係咪啊果然係卓少鵬嘅忠粉。 ？Hello，老闆娘，你好啊，你好啊！我帶埋受訪者去研究書法嘅佢係。係你好，你好。哦，你好啊，阿婆。大部分都係我知啦嚇。呢個我嘅過年咧就覺得應該有燒炮仗啊、揮春啊啲咁嘅嘢，但係而家燒炮仗冇咗，咁所以我係維持翻係呢樣嘢。我好彩，我亦都係揾到。咁其實我哋呢度咧係有56款嘅。有好多款咧，我都係喺度先見到。祝賀説話，我第一次見到，即係譬如咧，好似係啊，上落平安啦，係啊，係啦，呢啲係好舊噶啦，就係九馬亨通。係咩來源咧？呢啲係以前香港有賭馬同賭狗噶嘛。即係其實你係咪特登可能揾翻舊年代嘅揮春？係啦，呢啲係 exactly 係嗰個年代嗰啲揮春嘅，都係好多人童年嘅回憶嚟嘅。真係犀利，因為我哋自己去研究得52款，而老闆係揾咗56款，即係都仲有啲係我哋可能未見過嘅。冇錯冇錯，我喺讀碩士嘅時候就有涉獵到cultural identity， 即係一個城市或者一個文化嘅身份或者係品牌。咁當時應用書法咧，我哋就涵蓋咗所有喺生活上面融入到或者我哋周邊接觸得到嘅書法藝術。同時嗰啲書法咧，亦都係要喺歷史上面咧傳承落嚟嘅。咁應用書法涵蓋嘅就係招牌、印刷品、石碑、墓碑、卡片等等一切，我哋可以接觸到。依家叫做公共藝術。你啱啱就問到點解新界啲人都會出嚟啦？因為我知道其實寫字有分地頭㗎嘛。咁但係喺歐建功活躍嗰個年代咧，佢真係實在太出名啦，係啦。咁好多人，尤其是新界嗰啲咧，都不遠千里慕名而來嘅。有一個古仔好得意嘅，就係有個養雞嘅農戶，咁佢錢又唔係好多啦，咁但係佢好有誠意。嗰陣時啲交通好唔方便嘅嘛，搭幾個鐘頭咧就去到皇后大道中，就去請字，就攞住咗兩隻佢養嘅雞。咁啊老師就見佢咁有誠意咧，就收咗佢兩隻雞，唔收佢錢咧，就幫佢寫個招牌。咁其實咧九龍城係一個幾複雜嘅地方嚟嘅，包括有好多潮州人啦。咁潮州人去做生意嘅時候咧，其實對於自己嗰個商譽都好重視，咁所以好多時都會揾一啲有名嘅書法家咧去幫佢哋題寫招牌嘅。好似有聽過一個傳說話歐建功寫嘅招牌嗰啲鋪頭唔會執嘅。我哋都真係去考證過，究竟有邊啲係結咗業啦？其實係真係比較少，唔知係咪因為佢收費貴啦？當時我哋都有研究過點解筆藝楷書係會同商業結合得最多或者最好咧？就因為佢好方便去做招牌。筆藝楷書因為佢啲筆畫好綿密啦，咁嘅罅位或者我哋叫做負空間就好少，咁做招牌嘅師傅咧就會做得容易好多。但有時有啲筆畫重複，好似品字有3個口，師傅就好易喺砌嘅時候砌錯啦。我哋行入去呢度，錯，對唔住啊，我冇呢個困擾，所以冇意識到。係，冇咁講。呢個招牌都係歐建功，呢個都係歐建功。當佢拆咗個招牌落嚟嘅時候，睇翻個痕跡咧，我哋就知道，你見到品字咧有好多粒釘喺度，其實就即係佢好容易係個方位擺得唔好。同時咧係應該通過唔同嘅排列咧，佢哋都試過。即係個品字寫錯咗嘅，排錯咗嘅，本身係排錯咗嘅。呢啲情況其實都多嘅。譬如話喺上海街有啲鋪頭，佢搬過鋪嘅，以前唔喺呢個地方，咁可能啲2、3代搬過嚟嘅時候又冇留意咧，就會裝錯位啦。點解淨係香港會出到歐建功或者出到筆藝楷書咧？以往其他地方嘅商家，如果佢想寫筆藝體嘅招牌咧，佢都會嚟到香港揾下歐建功去請字。尤其是資本集中喺香港啦，咁我哋就會得到資金嘅支持而百花齊放，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實驗，包括使用書法同唔同嘅材質去結合啦。咁呢個就係引致到筆藝楷書喺香港落地生根嘅原因。其實咧，如我之前同你傾嘅時候咧，就講到話花園大廈就係房協其中一個最早嘅廉租屋咁樣。呢個咧相傳就係由歐建功寫嘅，因為當時咧佢有好多嘅學生進入咗唔同嘅階層啦，咁所以有啲學生咧投身咗政府之後就揾咗佢去幫手書寫房協某幾個屋邨嘅一啲樓名咁樣咯。根據我哋嘅考證咧，應該係真善美村啦等等咧，呢啲都係房協旗下嘅屋邨，都係由阿歐老師去寫嘅。我哋見到每一個字咧，啲筆畫都係黐埋一齊嘅，
就因為好多時以前啲師傅做三行嗰啲咧，佢都未必識字嘅。佢驚佢砌啲配件砌得唔啱。係啦，咁所以書法家就會將佢黐埋一齊。咁但係到今日，大家個識字率都好高啦。咁但係反而就係對於呢啲美感嘅嘢咧，就開始忽略咗。咁所以呢個現象咧都好值得我哋去反思。當我哋新舊咁樣去對比，你就會發現，就算呢個係細咧，佢都係有個氣、有個勢喺度。但係反而用新細明體，尤其是新細明體咧，係完全唔適宜做標題字㗎嘛。呢啲係內文字嚟嘅，用咗明體攞嚟做樓名嘅話咧，其實個氣勢好差。咦？咁我想問，譬如呢啲咧，佢係咪一套服務寫埋㗎？即係譬如當你設計師接個 job 啦，你通常係全部文字會出現嘅嘢，可能你都會負責晒咁樣㗎嘛。係。咁譬如如果我寫屋邨呢啲字，我使唔使寫埋地下啊、1樓啊、2樓啊嗰啲㗎？因為咧書法家係逐個字計錢嘅。哦。係啦，咁所以呢啲可能比較minor 啲嘅嘢咧，咁佢哋就唔會揾佢寫咯。以前揾錢係難好多嘅，咁當時我哋揾到一個50年代佢嘅叫書例咧，即係價目表，招牌字一個就20蚊，如果夾硬去換算就係2000蚊。我真係覺得我唔係幾中意筆藝體，花枝招展啊嘛。係啊，同埋好外向咁樣啊，佢有霸道。係啊係啊，啲老香港都會咁講啊，惡得滯啊，唔用筆藝做招牌。咁啊，通常就會走去謝希嗰度啦。50年代嘅時間咧，另一位書法家謝希就嚟咗香港。謝希咧嗰種漢隸書就比較敦厚古樸一啲，咁所以咧就比較多酒家啊、學校啊或者發展商係會歡迎啲嘅。當時兩位書法家可以話係分庭抗禮啦。新鴻基系列嘅樓咧，每一棟咧嗰個年代都會有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呢幾個字嘅。咁但係下面個樓名咧，通常咧就唔係謝希寫啦。但係發現每一棟樓咧，都一定會有新或者紅或者基呢3個字喺個樓名入面，咁佢就會抽取翻自己個公司招牌字嘅其中一個字，就係謝希寫。咁另外嗰幾個字咧就配搭揾其他人咧去代書。前面提到嘅歐建功同謝希將書法寫上招牌，令書法字成為街頭風景。而佢哋嘅後輩卓少恆，因為本身40年代嚟到香港，第一份工係做印刷，又係書法名家，於是令到書法成為更加普及嘅印刷品。其實我哋嚟到深水埗咧，可以話係啱啱你講嗰兩位老師嘅地頭啦。尤其是黎一鳴佢嘅寶號咧，其實就喺大埔道。咁以前咧好多呢啲印刷業嘅同業啊，又或者係一啲三行、報行嘅朋友咧，都會去揾阿黎一鳴去寫書法。講到黎一鳴咧，其實佢流行嘅時間咧，除咗係印刷係好蓬勃啦，另一個咧就係新興嘅膠片招牌，即係我哋依家講嘅雅加力。哇！我認得呢一啲通常係出現喺嗰啲三行。其實行翻過去嗰邊深水埗咧，好多三行啊，好多啲報行咧，都係用膠片招牌嘅。即係呢一啲成日都會見到嘅質地咯。咁所以呢一款字搭呢一個質地咧，基本上肯定係黎一鳴㗎啦。有時譬如阿黎生嗰邊，佢自己喺門口接咗，佢寫字㗎嘛，係咪？寫咗之後咧，佢接咗之後咧，佢自然交俾我哋，我同佢即係當加工咁樣。咩印象？係啊，佢講嘢好大聲，同埋好中意好動嘅。我知道佢踢足球嘅。咁呢個咧就引申到其實球員咧成日都整親㗎喎。咁嗰啲球員整親就要去睇鐵打師傅，又引申到咧好多鐵打師傅嘅招牌咧就揾黎一鳴寫嘅。咁而喺我哋行到呢個位置演報房街嘅對面咧，就啱啱有2間鐵打鋪，左手邊嗰間咧其實就係黎一鳴嘅字啦。哦，即係張永成。張永成，冇錯。咁依家現存有冇話有幾多個都係揾到佢咁樣？全香港呢個年代嘅鐵打館都有10間8間喺各區，依然都係用緊佢嘅字。即係各行各業都睇到啦，今日。但係我估唔到會揾書法家都會揾佢寫招牌嘅咧，就係夜總會咯，好有書卷味嘅，即刻間夜總會嗰時。黎一鳴有幾個以前書法家做法唔一樣嘅地方嘅。第一就係佢個收費咧可以斷串去計啦。第二咧就係基本上佢係唔揀行業嘅。咁以前嘅書法家咧，通常都會睇下你做咩啊，又或者係每一個行業適唔適合用書法先至去做嘅。哦，即係有好多可能歐建功唔肯寫嘅，又或者大家都已經會卻步唔去揾佢啦。咁啊，我哋去揾阿梁生啦。咁其實當時大梁生咧就同阿黎一鳴比較熟，百家姓、利是封等等嘅一啲應用嘅產品咧，都係揾黎一鳴去寫嘅。
Hello， 你好啊，你好啊，我想問下嘉倫喺咪度啊 ？Hello， 你好 Uncle。好耐㗎啦，已經有60年前已經開始用㗎啦。我接觸呢個黎一鳴書法家，我都接觸佢有50年㗎啦。而家電腦好多毛筆字你選擇，所以咧寫字啲老師咧而家都揾唔到食啦，都冇人把檔啦，都喺個電腦度已經揾到老師啦，唔需要真正老師啦。所以其實你當以前嘅老師即係書法家就好似我哋依家嗰啲 graphic design 咁樣，我想寫一行嘢，然後我可以揀字體嘅喺佢嗰個 database 嗰度。一個相當之好嘅 partner 嚟嘅，又係我哋嘅前輩啦。佢做人嘅宗旨啦就穩定，就唔會話亂咁收，斷寸計嘅啲字啊，幾多寸字就收幾多錢，尺嗰啲啊梗係貴好多啦，招牌大字最貴。就係因為黎一鳴創出斷寸嘅 size 計錢，所以先令到書法招牌唔再淨係出現喺大鋪，我哋先會成日喺三行、報行呢一啲中小企見到書法招牌。因為我聽阿 Wesley 講過，大概係卓少恒寫完之後咧，就有人係咁翻印咁樣。一見到你就知係邊個㗎啦。龍鳳嗰個，哦，你哋會咁樣叫㗎？原來係龍鳳。呢個好耐㗎啦，呢個你知唔知係邊個印㗎咁樣？估嘅咋？香港人佢批發㗎嘛，佢閒時嘅就係做定一大量喺度。佢應該喺旺角界限街嗰度嘅，好耐㗎啦。我識佢嗰時都我10零歲細路仔嚟嘅啫嘛。我之前聽過阿卓老師嘅後人講咧，其實佢啱啱講界限街嗰間咧，最早期佢淨係做製作嘅啫，佢唔係做零售嘅。咁跟住後尾佢嘅後人冇做之後，就將嗰套板咧就賣咗俾幾間公司。咁所以邊間先係元祖咧，就好難稽考啦。因為以前卓少恒住喺界限街附近，再聽完梁老闆話佢細個去嗰邊拎貨，就覺得呢款貼近華人屋企鋪頭嘅龍鳳揮春源頭似係嚟自界限街。Sam 就嘗試去界限街，仲有印揮春嘅文具鋪睇下，的確仲掛咗好多卓少恒寫嘅龍鳳揮春。去到70年代，除咗招牌或者印刷品，仲有一種媒介係短暫同書法混合流行過。咁而講到鏡片咧，其實佢只係流行過喺7至90年代嘅啫。其實香港咧係鏡片數量比較多嘅一個城市嚟嘅，因為呢種工藝嗰個成本比較高啲，所以佢相對嚟講係一個比較隆重嘅禮物。以前根據一間診所佢鏡片嘅多寡去估計究竟呢個醫師佢嘅功夫係咪了得咧？咁呢個都係城市書法好重要一個部分。Hello 牛叔你好啊！我知道你以前整落好多鏡片咧，所以就想嚟問下你以前究竟點樣做法？即係可能一塊鏡上面寫住可能妙手回春啊，或者係祝賀你幾時開張啊咁樣嗰啲。一件鏡咧，嗰陣時嗰個手法咧，即係要個零鐘到啦。嚇咁短時間㗎啫？係好快。我話咩？譬如呢張紙，係整濕張紙，啲墨咪溶咯。嚇唔驚化嘅？唔會化嘅，浸咗水之後咧，就攞翻出嚟喺張報紙度印一印佢，整乾佢，你將啲字咧印喺玻璃度。有啲字形咧，咁就好似個草稿咁樣啦。係啦，啲字形喺晒度咯，你未挑咯喺度咯，湯到死啦！一挑過咗，挑過龍，彎咗點啊？係咯，塊鏡冇得拆咗佢。冇得拆㗎嘛，冇㗎啦，要做過㗎啦。以前練咧，師傅就喺側邊一路教你，喂。嗱，呢度轉彎位你小心啲啊！即係手勢點樣啊？但係問題就咧實到不得了啦！咁啲師傅點挑啊？香港整我舊時本身我識做鏡㗎嘛，又係有水印機係水印做嘅，所以可以成塊鏡片由零喺度開始做。係啦，冇錯啦，由零開始可以做出嚟啊嘛！一來咧嗰啲係義務性工作啊，嗰啲水銀咧有毒㗎嘛，咁你唔知道日子內哇個個啲手黑掹掹嘅比較。嗰啲師傅唔會好長命啊嘛，冇人入行。而家做玻璃嘅師傅咧，等於做咕喱，擔抬啫嘛。玻璃你裝玻璃咪抬玻璃咯，咪好似咕喱咁咯。咁我哋哇咁嘅年紀仲擔抬嘥氣啦。依家仲有冇人識得挑呢啲鏡片玻璃㗎？冇，一定冇啊！我話答你得啦。你對上一塊整嘅呢啲鏡片有幾耐之前啊？都成20年都有啦。咁其實當時我嘅碩士論文咧，有訪問到一啲世界各地以前嚟過香港嘅遊客。當你合埋隻眼，大家去想像一個香港嘅畫面，再進深一步，就算唔識漢字嘅遊客，其實佢哋都可以分辨得到啊！原來呢一種字體風格係屬於香港嘅喎，係會有個咁樣嘅關聯性。咁所以書法文字喺好多時候我哋唔為意，佢已經融入咗我哋生活。同時咧，已經喺世界各地嘅人心目中咧，形成咗一種形象。
成條街都已經收咗㗎啦。咁有個好特別就叫念敬佛社。念敬佛社咧，我哋見到左下角就寫住吳石豪題。吳石豪係邊個咧？你估下？應該又係歐建功嗰啲弟子係咪啊？就係香港好著名嘅獨梟跛豪。嚇，真係㗎？真係。咦，佢識寫書法嘅咩？就並唔係嘅。呢種咧託名嘅形式，再揾書法家去幫佢寫咧，都係一個好常見嘅例子。哦，即係似 sponsor 佢咁。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就係黎一鳴先生寫嘅，各行各業都有。